请咱用共款的心，恭恭敬敬来领受上帝的话，也恳求上帝施恩来赐福，伫咱大家，咱的服侍敬拜，拢总互上帝时时刻刻甲咱三个指点。祝福阮伫遮，也祝福阮遮会带咱到伫咱所该去的所在，愿上帝祝福阮。啊，这是咱三个祈祷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服侍甲敬拜。遮阮的阿爸，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阮每一摆到伫你的面前的时，阮搁一摆想起上帝你的恩典是遮尔疼，遮尔温存，常常甲阮三个弟弟，主，阮感谢你。今仔日，阮搁一摆用这时间，要伫遮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恳求上帝借着你的恩典来祝福，互工作的人伫遮将你的话来传传伫正人的顶面，互人大家通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疼痛。主啊，罗卜要恳求上帝，这个事交托你。来祝福，也互即几日要将你的话传达伫人的中间的主啊，恳求你祝福大家，一个一个来引带来祝福。但罗卜即时搁一摆恭恭敬敬恳求上帝伫阮的中间来施恩每一个人，阮伫即个所在服侍也敬拜，也通得到上帝的祝福，特别也祝福今仔日。要伫遮来传达上帝你的言语，遮的人恳求你搁较恩来祝福。但罗邦搁一摆谦卑恭敬，将这个事来交托你，求你就引带带领甲祝福，互阮每一个人的服侍，咱的敬拜，拢得到主的祝福。愿主即时就时时刻刻甲阮三个弟弟，以及阮的服侍甲敬拜。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默祷。通互我讲起你一切好名声，我要伫锡安城的门为着你的救恩来欢喜。日邦含落伫因所开的咸坑，因的脚踮伫因暗情色的路网。耶和华已经显明家己，伊已经惊审判，歹人互家己的手所做的甜着。这是咱要来用新的诫命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
第二个夜三亲像是讲，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接续，请咱来同心祈祷。至圣的上帝，听阮的爸，你的囝儿伫你的圣殿来遮服侍敬拜你。阮伫遮面对伫上帝，阮心欢喜，灵着跳。感谢主你，互阮伫你的圣殿用感谢甲祭祀做今仔日的开始。阮若要特别求你引带阮，互阮脱离患难中的日子。阮知，无论伫什么时阵，阮所拄着的，阮拢毋知。或是阮会拄着什么恶担当的事，阮也毋知。总是阮倚靠你，因阮深知你是我的石盘，也是我患难中的避难所。感谢主你，自以前到现在，你犹原安尼看顾阮，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虽然伫现在，阮无法度当头对面，甲阮的兄弟姊妹相有交陪，总是阮伫基督中互相笑脸，互相带祷。阮的这个中间也得到主你为顶面来的喜乐。阮的平安是对主你的手亲自扶持。感谢你，你又甲阮讲，你的使者安尼讲。恁得着救是在伫活倒转甲安息，恁的得着快乐是在伫平静甲信靠。我靠你的人，要伫这个时用心用灵来甲主你相交陪，愿主你踮伫阮的中间。阮正拄着疫情的苦楚，拍乱伫阮每一个人中间的生活，求主你引带甲带领，无因为。无智慧，互阮失去信心。求主的灵安慰阮所面对，互阮有讲袂出的气，求你安慰阮，互阮建立信心，互阮哪像鹿渴无溪水，也哪像阮的灵会当建立继续长大，哪像栽伫溪边的果树，按时照时结果子。主啊，过一届你也看顾，互阮袂当出门的是大人，以及阮真侪兄弟姊妹，因伫国外求学，也是伫国外就业。愿主你有缘看顾伊，无离开伊，甲伊三甲之地，叫伊脱离一切所拄恶拄着的事。主啊，阮过一届伫这个时阵。用欢喜感谢懊恼来伫你的圣所，但求主即时甲阮同在，透过蔡长老伊的嘴来讲出你奇妙的道理。阮将一切交代伫主你的手，愿你亲自固守保护。原来同心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来读圣经。咱的圣经记载伫罗马人书第5章1节至5节，罗马人书第5章1节至5节。罗马人书安尼记载讲，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好。也我靠伊对神来立志，现今所大的恩典，搁仰望上帝荣光来欢欢喜喜。毋然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仰望，也仰望无得到见效，因为上帝的疼。
对所想述咱的圣神来灌压咱的心。以上，这是讲道，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今仔要讲的题目是稳定疫情生团的事，请蔡长老。各位亲爱咱中央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你甲你的厝里的人平安，因为你每一个家庭拢是一个小祭坛，直接要服侍上帝。请咱大家来祈祷。万主万主感谢你，互阮虽伫疫情的中间，有缘会当每一个家庭组织聚会，联合做一个教会，三甲直接三甲做礼拜。做可见的圣神，叫阮三甲之地，充满伫阮每一个家庭的中间，互每一个人拢上帝你的恩典，叫阮三甲做伙，班赞看顾，享受平安，伫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顶悬安尼祈祷，用这所祈祷圣名来求，阿门。后面来听，咱想象袂到，一遍。搁较一遍搁较厉害，到昨统计已经超过400个咱的兄弟姊妹，上帝所创造咱台湾的人民伫遐来死亡。因的过身，咱非常唔甘，咱的心也未免是真艰苦。总是咱搁较艰苦的是讲，这个过身的人是毋是已经得到救？我若想到这个问题时，我就感觉足见笑。上帝，是毋是阮做了无够？这个人咱要哪甲传福音？伫病房，伫遐负压高丽变村的人，有法度通传福音无？我甲几个病院联络，甲因讲啊，阮有法度通照着视讯，接着电话去甲探访一下，因出来信主无？病院讲啊，真实的吼，因为即阵拢禁止探病，啊嘛联络足无方便呢。所以咱心足着急的，这个人重症伫台湾重症，死亡都3%呢。这个人60岁以上的死亡率是80%。这个人受得救，咱在意的除了伊的死，咱唔甘以外，咱在意的是讲这个人是毋是得救？我今日看到林牧师出来一只祈祷，我头拄着家咧分享。我的老爸85岁时阵，我伫原理教会迄阵无牧师带咧服侍，我后壁拢用轮椅送入来，最后祈祷。到伊要过身以前迄礼拜，其实已经无声，伊的声足细声，麦克甲堵在伊的喙，讲话都大家听无啥有。总是迄遍最后的祈祷，足侪会友讲，将令人感动。因为看到一个人，一世人为着主到最后一刻的生命，伊愿意献互主，伫礼拜过身。所以我今日看到林牧师伫遮叫咱三甲做伙，会当叫咱做伙伫遮引带咱，叫咱做祝祷，这是超令人幸福的代志，这是稳定。COVID-19互咱甲人中间无形中咧拉开的距离，人甲人的距离全拉开去啦。哦，我看到你会惊，因为咱湘北的人吼，人讲台北市、新北市来的人，大家话要惊死，讲你到底是 COVID-19。即便端午节，以前啊端午节吼，家庭团圆，哦，迄是足幸福的代志。哦，肉粽节哦，你一定爱倒来哦，迄是团圆的日子。即摆讲吼，以前肉粽节倒来叫做友好，即摆肉粽节无倒来，嘛是叫做友好。哦，咱看到迄个国道，安尼一大堆人踢伫迄个车道，我看到因甲因讲，毋通搁踢啦，先放啦，因是民怨。伊要对你嘛无法度，你甲踢的是讲伊安尼较困难，伊嘛踢到遐等要对。颠倒真重要，遐个快递、遐个货车咧送物件人，颠倒去踢伫，所以暂袂紧放，紧拢完全甲放开。你即个COVID-19遮尔万年的时阵，咱去想到无？上帝其实互咱真大稳定，
伫咧稳定的中间，互咱伫这段期间，人甲人距离虽然有开，总是咱心颠倒合我。咱颠倒有时间，通来思考上帝话语；咱颠倒有时间，通甲兄弟姊妹三角结连；咱颠倒有时间，真欢喜。我替你祈祷，你替我祈祷，咱互相来代祷。这稳定的中间，咱搁一摆体会上帝做了真侪事伫咱的顶悬。通过他带咱普门第二讲他的圣经，这则圣经咱非常熟。咱特别因信称义讲道时，嘛特别讲过这则圣经节。你现在甲咱讲，咱既然因信称义，就照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搁好啊。咱会当搁一摆这着主耶稣基督，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甲上帝三角和好，互迄个罪过断迄个罪，互咱甲上帝搁和好。这个好搁上重要是安怎？会当进入上帝所点的稳定的中间呐，欢欢喜喜仰望上帝荣耀。咱甲上帝搁好，咱欢欢喜喜得到上帝稳定，而且这稳定会当进入上帝荣光呐。咱每一人伫遮三角主席的时阵，咱有大家想看觅。咱虽然无到咱实体在遮做礼拜，总是咱每一个家庭无形中，恁的心是毋是结连做伙？咱每一个有当时礼拜的时阵啊，可能兄来，小妹无来，咱即阵是规家伙、规个家庭的人，拢会当做伙在遮做礼拜，起这大。就说基督留两世人，互我的名直接主持，我特别伫因中间。我甲你讲，每一个家庭，上帝拢踮伫恁中间。每一个家庭，上帝拢甲恁三角做伙；每一个家庭，圣神充满伫恁的心上。这是稳定，这是喜乐，这是欢喜。所以咱每一个人知讲，称义就是互咱进入上帝，迄个敢若迄个门票啦。咱门票，咱的先祖阿当，伊的犯罪，将这个罪带入到人的世界。所以人拢犯罪，亏欠上帝荣耀啊！这个罪记伫咱的心啊，咱的老阿当，咱的老我无法度无气度啊，咱定定有当时想要做歹念头啊。因为我做法官的时阵，每一摆若看到遐被告，奇怪，啊，这代志你也做会出来？啊，你毋是一个人，你敢基本的人性都无？总是每一摆看到因的表情时阵，就讲主啊，赦免我，因为因无得到你的福音嘛。是咱无将福音传互因，互因心抑阁是硬，因抑阁是少的心，毋是歹的心，这是咱家己本身的反省。所以咱伫这个时阵，伫阿当伊的犯罪，互咱罪归伫咱的人类，总是主耶稣基督，咱相信主耶稣因信称义，主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拯救，互咱得到赦免。互咱得到上帝，搁恢复甲上帝的关系；互咱搁恢复上帝关系，恢复人的关系，咱直接搁再好，咱直接搁甲上帝三角一摆做伙。咱袂晓知，这是一个真幸运的代志，也是一个真幸福的代志。做伫阿当夏娃的心上，总是上帝这个罪伫遐托团的时阵，咱有看到十字架荣光，十字架将这罪甲咱赦免，咱无搁再犯罪啊。咱有罪根，所以咱一直想要犯罪，所以咱毋通袂记住有上帝稳定，咱有上帝款式，咱无需要搁再犯罪，咱有用上帝最快乐，加上帝三角和好，加上帝学上帝模样，学主耶稣基督的款式，这是咱非常应该注重，也非常需要的代志，因为这是一个祝你咱得到平安，祝你咱得到稳定的事。罪内底。咱袂得到平安，不就是咧讲罪人无平安呐？罪就是咧讲，咱做罪人的时阵吼，平安的路咱毋捌去过啦。总是今仔日，咱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咱已经咧行平安的路啦。咱咧行稳定的路，是顶礼拜，咱咧讲稳定加即个稳益，有稳益的中间，咱毋免惊遐。咱的心有很有平安，这个平安的路是咧行稳定的路，是咧行平安的路，因为咱相信主耶稣基督，互咱一切事拢会得到上的照顾。咱有当时感谢上帝，互咱称义，
因为清伊中间，我当望着迄个阳光啊，会当望着迄个阴以后，咱来将一切交托给上帝。你讲这有困难无？咱来训练啊！咱训练咱家己，咱将一切交托给上帝，上帝将这平安守守咱。咱为用神的爱，在患难之中，那我们又不失喜乐，又不至于失望。我们在喜乐之中也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咱在患难的中间嘛是爱得到欢喜，因为主的平安在咱的心上，咱得到在这个时阵。体人逼切三角祈祷，用祈祷力量托住，用祈祷力量伫咱教会内面防灾，咱是一个天的统计。用祈祷力量，互咱知，咱伫这个时阵，人甲人距离有开，总是咱的心搁较一摆结连做伙。一个医师3穿好势，准备要入去病院啊，伊受到伊的丈夫会受到伊遐囡仔，伊甲上帝讲：我即边入去病院，我毋知会当出来。病院的医护人员的感染率真悬，上帝你知？我无求讲我入去一定是安全的，就是我求你保护派天使，保护我的先生，保护我的后生查某囝。我入去战争。总是我心中充满着喜乐，因为我会当为着主做工。每一个病人，我入去到病院时阵，我要甲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当伊出病院的时阵，伊共讲一句话：每一个过身以前，我足感谢主；每一个过身以前，每一个插管，每一个有可能特别过身了，我拢甲问讲：你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无？足侪人甲我点头，我感觉这都足简单的呀！我感觉这足简单的，因为伊甲我点头时，我都感觉足简单。我感谢主，好有这个气力，谈真正将主福音传互因。伫后面那天时阵，咱是要三思这个代志。咱来讲，那安尼啦，伫患难中爱欢欢喜喜。蔡天你讲了毋对无？患难中爱欢欢喜喜，我都咧艰苦啊！啊，COVID-19互我呢，对我算咧，阮兜迄两只高山啊吼，从5月18无出门，到即阵来5月啦，5月拢关伫内底无出门啦。一日高山啊，甲我讲啊，爷爷阿公啊，恁都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儿童乐园？我讲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我怎么要等那么久？怎么等了好久？我讲啊，你这个机会，咱家爷爷当日做伙啊，叫咱到每个人都在一起啊，不是很高兴吗？你那听我是好有空，可是我很想去儿童乐园呢。跟我你偌高兴，我也是很想去儿童乐园呢。总是咱有当下在你患难中，那么欢欢喜喜呀，因为你患难时阵，咱当生迄个吞忍呐，会当生忍耐，忍耐我们就可以老练，吞忍咱就会当做老练。咱伫世间绝对有苦难，约伯记讲一句话真水，这句话甲咱讲：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讲咱在世时阵会拄着患难啊，是火星遐济啊，那呀请，咱得着患难是咱人生的过程，总是咱免烦恼，咱伫患难中。就是咧讲考验，咱是不是活过主？咱伫患难时阵，莫欢欢喜喜呀。虽然足侪患难呢，总是患难中咱莫欢欢喜喜。患难啥来形成呢？咱来先做犯罪，别人犯罪将罪带入到这个世间，咱来承受咱先做互咱这个罪。咱有当时是咱罪恶所成的呢，咱做歹，咱做了毋对代志。为着咱得着患难，这有当时是咱家己造成的呢。咱去人偷摕物件，去人做歹的代志，去互国家甲你发，这个患难，这毋叫做患难，这是你家己造成的代志啊。咱有当时患难是要为着别人的利益。你也看，主要所基督，伊是无做呢，伊为着你受鞭挞呢，伊为着伊的患难是为着啥？是为着咱每一个人的利益呢。
伊个患难毋是为着家己本身的荣耀，伊个患难是为着咱要搁再得到上帝荣耀。有当时咱患难是安怎？伫咱患难中讲是魔鬼互咱的试探，就是约伯记的中间，约伯是一个义人啊，总是上帝甲约伯两个咧约束啥？甲试探，魔鬼会天天甲你试探。我做法官的时阵哦，当着上帝试探。哦，这个案件你要交保100万，这个案件你甲判无罪1000万，简单无简单？足简单的啊！你要摕到钱简单无简单？足尔啊简单的。为着安尼时阵，我常常咧想讲，我法官这职位爱紧离开。虽然做33档，我若无离开，有一日有可能我会转含落律。本来判10档的罪，毋免拿你甲判罪不要紧，你甲判2档就好。安尼我800万互你，8班1档100万。你常常就听到即个写一个句了，人拢讲即个即个信教的，即个信教的，这讲无效啦。即个信教的吼，连律师嘛免请啦，你就直接去遐找伊就好啊。伊就会替你讲，你若较做冤枉，就替你查。信教的伫法院一步好，信教互感觉迄是一种的信任。有当时咱遇到啥物患难，当就是上帝互咱的试炼。你过着足富裕的生活，哦，敢若个什么所理所当然。我感觉即边 COVID-19， 我的感觉是上帝互咱的试炼呢。咱人类是毋过了伤快活，咱人类是糟蹋咱的大地。咱人类已经像用咱的教会来讲，咱的做礼拜已经真舒适，咱有冷气通吹，哦，咱拄做礼拜时拢享受，总是咱有尽咱的责任无？伫即个责任中，咱有尽咱的责任无？为着主来做工无？咱有尽咱的责任，伫温历万难的时阵，你有发觉讲，这是藏珍宝的，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呢。因为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咱若卡锁伫患难的中间，伫即瘟疫的中间，咱会当好来传福音。你讲我要落去传福音，我行袂出去啊！你会使一个一点名祈祷啊！你会使敲电话甲你的朋友讲啊！我的脸书吼，自做监察委员就关起来。我最近搁恢复脸书啊！我恢复脸书毋是讲我讲道恁来听，我是讲上帝话语，希望恁听。我开始回复脸书，我可能以后开始会分享。互恁这无信主的人，恁来听的时阵，你是袂受感动？上帝会刺杀着恁，毋是啥物人甲我讲话，是上帝会刺杀着恁，互恁通欢喜。因为咱啥物时阵软弱，咱啥物时阵就坚强。你无事偷偷甲我讲，啊，我都已经拢袂晓做啥物工课啊，软弱，我嘛袂晓做啥物工课啊。我软弱，总是咱的人的软弱，代表上帝坚强。咱若感觉讲我足老的，我足老的，哦，上帝免我逐项都足老的。上帝讲安尼熬做你去熬，上帝离开咱啊！总之啊，上帝讲上帝，我足软弱，我逐项都袂晓，我可能讲唔对话，我可能做唔对工，我可能所做的代志，上帝你无欢喜，我做这种代志唔知对啊唔对？上帝讲，你放心，你只有若是为着我的名来做。拢是公平的代志。事当时摩西80岁，40岁先唱歌歌，啊到80岁上帝甲调，看到迄个刺背，我要惊死。上帝甲摩西讲：“你要带以色列人出来见。”伊讲我唔通啊，我80岁啊，我都无胆，我唔通啦。你去甲找法老讲莫啦，我无喙水啦。结果你无喙水，我派亚伦你的大兄甲伊斗相共，伊足够讲话。总是你带以色列人出来救，你讲安尼敢好？上帝讲，啊，是我带以色列人出来救，你是我的一个工区尔，我叫你行东，你往东；我叫你行西，你往西，你就对我的旨去行到安尼。摩西讲好啦，安尼伊就去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救80岁，40当伫旷野流浪，到82岁时阵要进入迦南地。摩西上帝讲，我无力安尼，你要叫我带人去烧台哦，我无力。上帝讲，我无叫你带人烧台啊，我是叫约书亚烧台，啊我咧，啊你去山顶，好，一直爬啦，爬山顶创啊，去祈祷啊，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得到胜利啊，哦，举足久的，手足酸的，啊放落来，啊以色列人抬输，后落惊互你就甲挺起来。
咱著写互相斗相共啊！我老袂当做工的时阵，上帝互我祈祷通困。我的老母到中风15年，逐遍礼拜到爱用轮椅，以前是坐轮椅吼，这是轮椅的门床啦，用迄个白床吼，甲塞，所以行20几分、30分钟行到教会。伊礼拜日一定要去做礼拜，到要过身以前，还去用规个面床甲塞伊。袂当坐轮椅啊，嘛坐袂掉啊，我无得甲绑起来，所以讲用面床甲塞伊。我老爸85岁时坐轮椅吼，到尾啊，伊根本都无通爬起来啊，连讲话都已经无声。当讲话无声，我问医生，医生讲伊肺癌，可能就这2礼拜尔。我讲爸，啊无你住厝休困一下好无？袂使，礼拜日我嘛是爱来，我嘛是爱来祈祷。其实伊的祈祷尾啊，大家听无啥有啊，无啥声啦。然后，搁因为用了伤久，搁已经闭册啊无声，总是啊祈祷的时候，伊拢讲因足感动的。上帝拣三较做伙啊！伊虽然有可能我老爸祈祷声因听无啊，总是嘛知讲我老爸咧祈祷的时候，上帝拣三较做伙啊。咱什么时阵乱种啦？上帝互咱坚强。天大地大，阿爸爸上大。人的进步是上帝起头。伫COVID-19，咱有啥物通惊吓？咱咧惊吓，中讲咱当然自身，咱来卫生，咱各种安全，咱做好势啊。总是上强的啥？咱交托了上帝，咱勇敢，咱永远替上帝做工，咱永远关心咱的会友，咱互相关心，互相帮赞，因交这来3年报告伊妈妈，咱三体祈祷。咱看中秋啥？咧艰苦，咱替祈祷，哦，看伊恢复，哦，咱顶礼拜探访时阵，看伊迄个恢复情形，哦，心内足欢喜的。人彩云姐，哇，伊既然出病，入去病院几啊病，因为头壳拢去绕，哇，总是咧看伊，那伊的表情、伊的心情，咱逐日替祈祷，希望完全的恢复健康。我先上，咱希望主的平安加参加做伙，咱足侪兄弟的，咱恁这为着外佣一直要对。哇！咱咧替咧找，咱迫切为着因祈祷，咱为着教会每一个肢体来祈祷。这是咱当做事有力量无？足有力量的。阮有祈祷梦，有一遍讲咧欠水，哇！大祈祷拍祈祷，祈祷，啊祈祷就讲暗暝的时阵吼，一个会友转发，一个群组的人发出来讲，啊落雨啊啦，啊落雨啊啦。哦，大家看群组讲感谢主，一直发感谢主。祈祷无啦，祈祷力量足大个哦！大家三甲迫切祈祷，迄力量是有够大哦。最后一项恩典，就是伫疫情蔓延的事。先甲人讲咧，5万吼无得到见效啦，因为咱所属的圣灵将上帝疼归所浇灌在我们身上，上帝疼藏伫咱的心肝内。稳定，咱得着患难，咱欢欢喜喜。这个过程的操练中间，上帝借着圣神，借主要所基督上伊的疼，浇灌压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啊！咱每一个线上咱这兄弟，咱每一个家庭，上帝将疼灌压伫你的家庭。啥你爱记真啊？你的家庭是上帝所祝福的家庭，你起来是有平安的人，有稳定的家庭，你起来是受到祝福的这段。咱爱知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做真济事。咱看印度烧尸体烧袂赴呢，咱的规定是讲，若有确诊1日内，咱就随甲爱甲火化。印度吼，连要火化都做无时间呢，到尾就带目口火化，连带目口火化嘛无时间。迄叫做人间炼狱呢，咱就唔甘袂，咱当然唔甘哦。咱看印度，咱当然就唔甘哦。所以，咱要生在喜乐的时阵，咱就看印度的时阵，一个人都袂得救呢。咱是要从今来传福音，每一个人得救的时阵，因的过身，咱就袂遮唔甘啊啦。所以咱看到伊安尼尸体啊，等到目口烧，印度是一个大国呢。疫苗，伊嘛专门咧做疫苗的，伊嘛专门咧代工疫苗的。那么，我到台湾，假使死亡人数，我本来唔相信讲会死超过100个。佮讲昨听着讲死400几个吼，我甲咱太太两个穿点拢煞毋知要讲啥物话。到初时死到300几个，咱就开始紧张啊！
昨讲死超过400个啊，啊，过来要安怎？我靠，着咧甲几个部会这首长拄啊讲一个讲，啊，过来要安怎？会啦，会啦，咱迄个数字已经咧下降啊，咱尽量控制，尽量控制。我看啊，过来短有一个呢，这波的人数安尼移动过吼，啊，毋知会阁爆发未？毋知第2波出来未？啊，无法度，我讲袂听，咱就自由国家，咱袂当像迄个集权国家，叫你卖叮当就卖叮当啊，咱是用坑的，坑你卖叮当，啊，咱的人吼，那用坑的有效哦，都无后当效我的代志啊啦。上帝讲，即落你毋通食，伊嘛偏偏要食啦。神拢讲你莫食，伊就偏偏要去食。咱人吼，即项代志是咱少年啊需要咱反省的。伫即互相的中间，咱来回应上帝听。好，咱即马吼，大家拢摕手机啊，啊，即马迄个赖功能吼，只要你若拍开，啊，就是已读啦。啊，伊无一定通呢，啊，但是你看到已读咧，有当时你一个代志敢问，啊，你看讲，啊，他已读啊。哎呦，已读啊！啊，你拢无甲我回啦，啊是啥物出啥物代志啦？啊，其实伊嘛毋知，伊就手机拍开就变已读啊。咱拢无回，总是咱会去讲代志。咱即阵上吊啥啦？基督徒爱加做一个贡献者，咱爱甲回啦。咱毋通上吊，咱这稳定哦，已读，咱读的吼，啊不回啦，咱爱回呢。咱上头咱稳定，咱来回呢，咱即个稳定，咱来回应到每一人心上呢。啊，这稳定同偌就好。咱即个已读了吼，读上帝话语了后，咱来回啊，毋是已读而不回啊。即摆咱上恐怖是已读而不回，咱已读，咱嘛是爱回啦。所以盖农夫人伊讲一句话：上帝互我10字架，10字架。互上帝带互我，即个10字架是上帝带互我稳定。虽然这是苦楚，即个苦楚我得到欢喜啊。咱 COVID-19， 咱袂当大家身体做礼拜，总是上帝阮的稳定是遮尔的大的，互咱这家庭搁再一摆自信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上帝互咱的稳定，互你的家庭，大家心会当扣做伙，伫遐三甲做礼拜，伫遐做祭坛，这偌公用的一项代志咧。上帝伫你自信的时阵，伊安怎？伊用伊的疼浇灌伊的圣神，照着圣神灌啊伫你每一个家庭啊。我要甲好当甲每一个家庭，咱伫线上每一个家庭的祭坛兄弟讲。上帝将天灌按浇灌在你们每个家庭的身上，你们每个家庭都有神的爱的浇灌，你们每个家庭都是上帝祝福的恩典的家庭。你们要将这个恩典分享给别人，你要将这恩典分享给别个人。我这恩典的时阵，互人知每一个人无需要的烦恼。有几首歌咱拢足够唱嘛，天韵诗班的眼光。你都唔管山偌悬，唔管路偌远，唔管头前偌崎岖，只有你要跨过这个崎岖是为什么？你相信上帝，因上帝眼光跟你眼光无共款。你所看到眼光是苦难，你所看到眼光是惊吓，你所看到眼光是忧闷。总是上帝，互你有这个眼光，这个眼光是搬过所有困难。伊上帝伫诗篇30篇50就甲咱讲，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的恩典是安那一世之久。咱知影 COVID-19 啊，重症吼，这老人的时阵拢爱插管，啊那管插下去的时阵，就无法通讲话啊。医生将一个南部。生态想像这个南部这个老乌桑特别插管的时阵，医生甲讲，乌桑啊，真歹势吼，这个讲若甲伊插管落，你就袂当讲话啊呢，这插管落吼，伊怎讲？我是会死袂？医生讲，这我嘛毋敢甲你保证，阮绝对尽阮所有力量甲你医啦。总是吼，你要插管，你前个当讲话吼，你是毋是要敲电话互啥物人？伊讲我要敲电话阮后生啦。阮后生即嘛去隔离，阮后生住3点半啦。阮后生倒来时阵吼，传染互我的。阮后生足自责的，互我敲一个电话，医生讲好，恁后生电话几号，伊就甲拨拨咧。伊敲电话去，甲因后生讲，阿生诶，你吼妈妈要插讲啊吼，你毋通甘我心呢。
你毋通想讲是你甲我祝福我呢？你来叫我做迄几日，我足快乐、足欢喜的。啊，我即个年岁啊吼，我若较输吼，无醒起来吼，你绝对毋通自责，你毋通讲好心，你毋通想讲是你祝福我的，因为对我来讲，你食的物件，只有妈妈绝对袂怪你，妈妈足欢喜你来陪我，你绝对毋通去自责。COVID-19，互人感觉讲人甲人中间有隔膜。英国封城几啊遍，英国一个83岁的斯坦利伫83岁，伊用啥物养老院？啊，英国封城哦，规定足严的哦，因为遮迄个长照机构是一个重灾区，所以英国规定吼袂使探访啦。哎，80迄落岁吼，这个马威利伊的太太吼，逐礼拜拢去看伊，啊，所以袂当去看伊。伊孙啊，逐礼拜就载南北去看伊阿公，啊，但是哦，英国政府规定袂使看，偌久一冬啦，一冬伊拢袂当看，伊拢袂当看的时阵，一冬后通知讲安尼会使来看，哦，足欢喜，足欢喜，第二大等待阮兜，阮太太要来看我，啊，这用到伊的人甲布置，用香槟酒，哦，遐个蜡烛，哦，面包，哦，都甲布置，互伊两个见面。哦，先生看到太太，一个83岁，一个81岁，两个看到第句话，两个手拢扭咧。但你讲一句话，我想讲我一世人吼，拢无都能看到你啊！我想我一世人拢无能看到你啊！这是伫稳定中间，咱应该思考。最后，各位来讲，亲爱的姊妹，疫情虽然严重。咱每一个人爱珍惜上帝互咱稳定。伫这个疫情蔓延的时阵，咱爱珍惜上帝互咱稳定，因为上帝互咱稳定，要点伫咱每一个人的中间，请大家来祈祷。卖主，阮是上帝，阮真感谢你。虽然伫疫情中间，咱有惊吓，总是阮活个主完美的得胜。阮相信，只要大家拍拼认真的祈祷。阮约束阮家己，上帝会医治这大地。上帝，阮认罪悔改，阮知阮家己不足，阮知阮家己软弱，总是上帝你要医治阮，要赦免阮的罪，你要医治阮这台湾所有的所在。阮台湾每一个人得上帝你的照顾。主，我哋疫情经过，我现在只袂当个实体三甲来做伙，将伊的荣耀归伫主上帝性命，用伊的稳定祝福每一个家庭的顶端来祈祷，用这所基督性命来求，阿门。上赞，咱要来吟圣诗第589首，亲爱主看我手。奉献，请咱大家继续为了教会来奉献，咱会当照着咱伫顶面所显示的户头来汇款奉献。如果咱的名字也伫要伫咱的周报
请咱向咱的叶文辉长老来定录。特别，我会遮用一段圣经来甲咱各位三勉励，就是记载伫马拉基书，耶和华咧讲，恁着用1/10完全送入库库，互我的厝有美娘，用这个来试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啊，摒福气互恁，到无底通下无。以上，接着咱来吟奉献的诗382首，第四。报告甲公道，我先来报告消息的报告。因为疫情游园是3级，所以咱游园采取联合伫线上礼拜，时间是10点开始直播。第二，咱也请会友继续来为教会奉献，所有的奉献拢记伫顶面，请咱来注意。过来，咱要具体交通甲大道的部分，咱6月有13位的受青，咱等者请牧师来甲这受青来祝祷。第二，为着疫情，求圣神帮助咱，互咱游园会当谦卑认罪，来求上帝改变，互这个疫情早日解除。也为疫情期间会出外上班、必须工作的兄弟姊妹，求上帝出力，互因有平安。为了团结社区来代求，求主你兴起搁较侪兄弟姊妹，伫这个疫情的期间，互因三关怀、三大道，诚侪福音的使者，互团结社区班的兄弟。会当得到平安喜乐甲安慰。咱也特别为了遐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特别也为了照顾伊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互伊行过艰难的时刻，扶持伊，帮助伊。第六，嘛要为了教会求圣灵感动咱，兄弟姊妹伫事工会当同心合意，生活上会当彼此相听，会当为着福音来做见证。第七，也特别为了红布路立魂姊妹，伊的看顾者伫20号要转去印尼，请咱也特别迫切为因来祈祷，互因会当真顺利来有人来接手，或是会当找到会当收容的宗教中心，继续来照顾。因的时代，为了这个咱的赵龙兄弟，伊伫5月已经刷去到伊新的徛家，咱也为着因一家4个人，伫遐新的开始来代祷，求主伫因的家看顾，因一家的大细，也为着因伫南部的老爸老母也代祷，咱也为着两家。陈飞扬以及陈春纯，特别陈春纯是伫台南的所在，咱特别为着因的囝婿、甲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孙仔，伫遐因的信仰、健康、学业起居、工作代祷。上帝，阮满心感谢罗你，阮看见主你的荣光。充满伫阮的中间，你的恩典那江河流袂煞，川流伫阮的中间。阮的这个时虽然有艰苦、有疫情，有死实，总是
阮会遮用困求代替阮的埋怨，因为阮会知，这一切是主你所带出，你所带领，阮要安怎来行出新搁好的天地。愿你的灵甲阮三甲伫地，互阮无得到失望。照伫圣经所讲，互阮伫患难中生出吞忍，阮的吞忍中就有欢喜喜乐，甲阮常常伫地。阮的遮也求主你特别看顾阮的医疗人员，以及伫这个疫情中间，特别为了疫情会遐，因付出因的时间，甚至因的性命，伫遐为着一切的工作者，阮安尼替因祈祷，愿主你带领看顾因，也特别阮也求主你也有缘，互阮的政府，阮的所有遮的为着百姓来做的一切，拢是有利益着阮百姓的工作，甲百姓一切。这个生活上有帮助，你也赐智慧互因。过来，阮也要为着两家，就是陈飞雄、陈丽丽以及陈春春，因两家祈祷，愿主你的顶面加添因恩典，互因伫无论伫对因的生活，拢甲主相结连。阮也伫个所在为因代祷，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时，咱要来吟上营，上营煞，咱要请牧师来祝祷，接祝祷了，咱牧师也要向这个咱的这的寿星来祝祷。咱的上营是386首。上营386首。请阮的爸，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感谢你，阮伫遮通服侍你，伫遮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特别为着上帝你的疼，常常伫阮的中间。毋过，阮也常常离开主你的旨意，你教阮常常所行所做，无照主你的旨意。主，阮当恳求你怜悯甲赦免，特别恳求你即时伫阮的内面，来保守阮今仔日伫即个所在来服侍、来敬拜，望一个一个通得到主你的疼。总是伫即个时阵，特别求你，互阮的心对着感动，望阮通将你的疼、将你的祝福，会通享受伫阮的内面。毋是伫阮的中间啦，就是伫阮的中间所大，袂通伫阮的内面。下阮的兄弟、阮的姊妹，每一个人伫倒一个所在，主恳求你一个一个，拢甲因相甲伫地，施恩赐福，互因每一个人拢得到永助。望所行所做得到主你额外的祝福。主，阮要将这个来交托上帝。愿上帝你大声来将阮技术，互阮会通对安尼来得到上帝的疼，来迎视上帝的旨意。望常常甲伊相甲伫地，来将上帝的话，毋若点伫世间，也点伫阮的中间，特别搁点伫阮的教会的内面，
互阮一个一个拢通照主你的旨意甲教示，特别恳求你通过早起，阮伫遮来领受你的话，也毋望将你的话临在伫阮的内面，也互阮的每一个人也通上帝的听来传达伫每一个人上帝祝福的人的面。但愿将这个事交托你，求你因犹原常常甲因同在。愿好胆将这个事交托你，恳求你一个一个伫阮的内面施恩来祝福。愿安尼恳求来对你祈祷，也愿你欢喜祝福。阮大家人拢通领受主你的祝福伫阮的中间。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咱伫今仔日服侍敬拜中间，咱犹原特别要领受伫咱的中间的内面，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我的内面，有真济人，有真济事，拢恳求一个一个甲因伫地。特别阮早起也要祝福阮的教会，伫遮毋望会通照主你的旨意，一个一个来得到上帝感动咱。也毋嘛，咱将这个感动的事来享受伫人的中间，也互上帝欢喜，借着咱来施恩祝福。毋望上帝安怎交代咱，咱就照伊的旨意教示。毋望逐项拢真好势，所以我即时特别为着即个咱三甲来祈祷。请阮的阿爸、阮的爸、阮的上帝。阮常常每伫地上伫生活，伫咧活的时，阮常常会去体验到上帝实在是伫阮的中间，也上帝也常常是从你的听来施恩来祝福，互一个既然欢喜听你的人，拢会通得到主你的恩甲祝福。总是主，阮也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特别。检采有人离开上帝，检采阮所定这想的是阮家己的代志。总是亲爱的主，求你犹原将你的话今仔日点伫阮的内面，毋望搁一摆互阮精神起来，毋望阮会通家己甲上帝结连，毋望所行所做通荣光主你的名。也特别咱兄弟姊妹。刚才咱伫即个所在，咱咧祈祷，对教会以及对咱的兄弟姊妹，以及对阮的兄弟姊妹的真正这同学，毋望每一个人伫什么所在咧领受上帝的人，主求你犹原咱对因来祈祷，互一个一个通领受着上帝的恩，毋但伫咱的中间，也伫遐听上帝的人。每一个人也通领受着上帝祝福，但愿将这件事特别交托你，求你因来祝福，也特别阮犹原祝福今年伫阮伫遮伫生活，以及阮伫咱的教会咧生活，咱的兄弟、咱的姊妹、咱所听的人，三甲伫遮咧服侍上帝，主求你犹原甲因三甲伫地，检采有人。身躯有甚物欠缺，总是伫欠缺中间，恳求上帝要离开因，来帮助因。检采伫即日中间，有真济人伫听上帝，上帝欢喜施恩祝福于遮个人。主求你特别，互遮个人伊原会精神起来。对，阮领受的是上帝的听，既然是上帝的听，伫咱的中间。有咱会通用即款的心，甲上帝结连，也毋嘛毋是干那咱听上帝，也会通将上帝的恩典，因为咱得到感动，来感动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兄弟，伫咱的姊妹，伫咱所有兄弟姊妹人的中间，一个一个甲因伫地，爸上帝啊，
罗布，要恭敬将这个事交托你，求你望体会阮、施恩阮、祝福阮，互上帝听，就因为安尼来得到每一个人的内面，每一个人拢得到上帝的听，哪来哪用做？阮将这个事安尼交托你，愿你对答了后，一项一项，一个一个，拢得到祝福伫阮的内面。阮将这个事交托你，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咱的牧师这时咱请咱唔当离开，咱接续要来做咱线上的迄个视讯探访关怀。这是咱要来开始咱今日会知影的线上会友的关怀。咱今日要线上关怀有2个家庭，咱第一个家庭是吴晋生执事甲王彩云姐妹的厝，这是咱要来用哪个方式来甲吴晋生执事 call out。我就是喂，平安平安平安开始啊吼！来开始啊！你得去网看一下。有看到，有看到啊哈！有看到哦，古水有一古水。哦，蔡英姐有古水，蔡英姐有水，蔡英姐足水的，足古水的。啊，蔡英姐，你毋是讲要唱歌？你要唱歌还听哦？昨吴晋生执事知影即个代志以后吼，伊特别有送一个迄个彩云姐唱歌的歌吼，伊要唱互大家所有会友听吼。哦，这是我要来放这个唱的歌的好不好？吼。好来哦。58秒。他要放。等一下，在这边等。等一下，没有声音。像一对梦幻的翅膀，没有声音。那是很久很久的事了。等一下。很久没见过他。他在唱啊，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声音就对了。没有听到声音。有听到声音。长长的辫子染成了卷发，长长的辫子变成了卷发。昨天在街上我遇见珍妮，她红脸对着我嫣然一笑，但是我差点哭了出来。珍妮的辫子拿而去。好，谢谢。真好，真好听。感谢主。啊，即摆身体好好啦哈。蔡英姐。这餐厅，我这个倒。蔡英姐，你甲一个。我边仔拢有翕伊的相片，拢有翕。伊个孙的相片，啊，无看一个，来，翕个镜头，你有带镜头，我看一个。你毋是头拄有迄个孙的相片，用带镜头，我看一个。安尼有看到无？啊，有啊，嘿。安尼敢有看到？嘿。无入去，啊有，嘿，个走。快点，你的面来照你的面者。伊的孙啊，伊的孙就对。孙哦。问讲吼，这个什么人吼？伊讲乐辉伊的孙仔名，我讲乐辉的阿嬷叫一半啦，叫一半。我讲这个什么人？
这是我们的小女儿嘛哈。哎，伊讲乐辉，讲不是乐辉的妈妈。啊，这是什么人？伊讲乐辉，我讲不是乐辉的阿公。啊，都叫阿嬷叫公，互阮看一下来，出来镜头，哦，看到啊吼，哦，看到啊，看到啊，嘿嘿嘿，看到哈。嘿，看到，看到，看到。伊一暗拢会这写足侪遍的啦。哦，安尼也未就对啦，也未完全好哦。还个一礼拜，还个一礼拜，可能才会好。啊，毋通搁去绕哦，吼，毋通搁去绕啊，嘿，毋通绕，吼。啊，伊会去绕你，去讲嘛无效，就是二四小时还搁上着照顾，还搁上着照顾。吴技师，你辛苦啦，你辛苦。无情的无烦无恼无忧无愁啦。感谢主啦，安怎感谢主？惊兄啦，啊，就逐工笑眯眯安尼啦。足好，足好。好，爱感谢这。就咱先生，你无蔡长老是毋是为着？你无说。挥手挥手。来，迄个吴技师，我来替恁祈祷一下，好无？请咱三个来祈祷吼。好，来。你先来祈祷来。好，咱先来祈祷吼。万款的主上帝，阮为着吴振生即事即个家庭来祈祷。特别，阮看到蔡英杰无烦无恼，笑头笑面，主感谢你哦，伊的恩典，互伊恢复着囡仔迄日遮尔快乐的日子。主求你班赞照顾即个家庭，恩典充满伫因的家庭。互上帝你的祝福，见三甲做伙。阮即阵也要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讲：阮伫天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是就伫天呢。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是就阮要赦免过阮的人，不得传入日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祝福你啦！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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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见，再见。祝福咱吴金生执事跟彩云姐身体健康。咱要甲伊断线。过来，咱要甲线顶要做会友的关怀探访的是咱的洪朝庆弟兄跟李慧茹姐妹这个厝，咱即时要甲伊做耐的 call out。哎，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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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啊！安，哦，来，香看到，哎哟，妈妈嘛伫遮哦，妈妈嘛伫遐，平安哦。艺兴愈看愈水呢吼，哎，艺文啦，艺文啦，啊，艺文，艺兴的，哦，艺兴伫边啊。中啊啦，中啊，艺兴。哎，艺文，艺兴嘞，真好，感谢主，嘿，平安，平安，嘿。啊，赵庆兄咧。啊，边仔无看到，无看到，是嘞，是嘞，是嘞。恁可能住厝拢负责咧食物件尔啦。好，恁兜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都市师傅，做啥物物件都足牛的。好，做啥物西点啦，做啥物件拢第流的。哦，我咧想讲吼。干脆以前不来住恁兜食较济咧。阿嬷，阿嬷，平安哦。伊敢有听到？平安，伊敢有听到？明仔日讲我甲平安。啊，哎，你可能。
已经分袂出日暝啦吼，系啊。回炉记吼，无听到伊的声。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回炉记，无听到你的声。即嘛吼，咱困的时间较侪，拢喊你精神。啊，对啊，好，啊，薇姐辛苦呢，啦，辛苦辛苦，有影。快老师6月要转去嘛，啊，即嘛就是因咱那个机构吼，疫情的关系吼，拢较侪规定啦。好。就是爱检查一寡必须要啦，就是这样。是。核酸检查。对。有问题可能就爱搁带去病院检查。好。啊6月15吼。刚才迄个护理师有介绍一个讲要来面试啊，但是嘛毋知伊会介意啊，无我嘛毋知。互伊去选管。是咱本地人还是共款是外籍的？伊讲是外籍啊，但是我即摆也无看到伊，伊是讲会来面试啊，但是现在是说伊咧选咱啊，是来选，所以嘛毋知伊还无。哦，是属于伫咧社会局介绍的是？阮家的那个北医的那个长照诶。长照。应该是袂歹啦。应该是袂歹吼。沙体基岛啦，嘿。因为伊即摆因就是伫选嘛，几啊位互伊选啦，毋知选。哦，要互伊选安尼哦。啊，你即摆做啥物好食的物件无？嘿，通阮欠欠呢。若要做礼拜堂来食，咱为了这代志一直伫联络吼，我所以拢无迄个心情。无迄个心通做，不要紧啦，阮即阵嘛袂当去你遐食。先去家己保重好哦嘿，阿嬷先去顾好，吼。所以暂时是已经有一个解决的问题啦吼，会当，那这会成，就会当解决这个暂时照顾的问题。感觉讲是嘛，真困难，因为对方伊迄是伊对伊的尔啦。好。所以伊会听到阮有来源啦，有迄时他伊嘛无。是。啊是啥？好。安尼无，阮来吼，继续为恁来祈祷啦吼。好，做伙三甲来祈祷啦。天父爸，阮感谢你。阮看到雕庆回炉的家，因伫遮该求讨上帝，因为因是大人，伫这段时间，因为照顾的问题，拄到真济因无法度处理的代志。总是阮会遮探访，也听见这个好消息，就是伫医学中心有咧派人来看，来甲因三甲谈。阮求上帝，互这个代志会当顺利成功，也后续的代志会当有好的安排甲处理。无论是伫在家照顾，也是送伫长照中心，拢是有一个好的出路，互阮会知因的有效的心犹原无变。求主你看顾条件遐因的家，互因的囝儿。无论伫工作也是事业上，拢有注定甲伊三甲之地，也唯有这会当伫教会事工，因付出真济来服务这个教会，也荣耀主你的名。愿将这个家交代伫处理的手中，愿你亲自看顾带领。原来三甲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回炉记，平安，今天足久无看，再见。一文一心，再见。姚建雅，再见。再见。哎，一心呢？一心怎么看不见？怎么该弄这水？够水。好，大家平安哈。好，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连线。好，我们现在断线了哈。谢谢。这是咱会知影，主日礼拜甲线顶的会友的关怀拢已经结束。我想，大家虽然无伫教会，拢伫大家的厝内面，但是我想，大家即摆心拢真激动，因为敢若头拄咱蔡长老讲的，疫情
并无甲咱分开，反倒转，咱是本一个家庭内面，敢是一个小姐大小工，咱的心有缘做伙。咱今日要结束咱所有的敬拜，后礼拜这个相共这个时间10点，咱要搁做一届组织伫上帝的殿堂内面做伙礼拜。这时咱来默祷闭会。